人家以后就是你的人了。我来母后宫中请安，顺便过来看看。父皇的寿宴办得如何呀？还不就那样。当今圣上的寿宴绝非儿戏。你若无力承担，我便向母后禀明，由我来替你筹划。用不着，我尹晴柔答应的事情还没有做不好的呢。我再说一次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你若是办不好，我若是办不好，不就是晴天霹雳吗？你还有心思耍嘴皮子？三王爷若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小的先告退了。我这累了一天了，也该回去洗洗睡了。走了。这次要是不把你们都镇住，我就不叫尹晴柔。哼！皇上，请用茶。过几日就是皇上的寿辰，不知皇上今年想怎么过呢？自从我一儿去世后，朕寝食难安呐。责怪自己，让皇儿亲自上阵杀敌，才会把命送掉。可怜朕，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实在是可悲可叹呐。生辰什么的，不过也罢。一儿的命数如此，皇上莫要再悲伤了，保重龙体要紧呢。不要说了。一儿去世，朝廷之上悲悲戚戚，想趁着皇上生辰之际，安抚朝中众人，也让天下的百姓安心才是啊。皇后说的在理啊。不过，一儿丧期未过，这件事情不要大肆操办。皇后，这件事朕就交给你处理吧。朕先回宫了。皇上，请放心交给臣妾吧。好，恭送皇上。起驾！嫣然，你去告诉那个尹晴柔，就说皇上的寿宴不用她了，我自己操办吧。可是姑姑，不是说好了要趁这次机会吓走尹晴柔吗？那是前几天的事，你没看到皇上今天心情有多差吗？我怕晴柔把事情搞砸了，到时候遭殃的不只是他，还会让皇上不快。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呀，姑姑，你若是不放心，那就让嫣然去帮晴柔吧。最近您身体一直不好，御医也说了，不宜操劳。你帮他？姑姑，您放心，嫣然分得清轻重。我是讨厌尹晴柔，可是万事也要以皇上为重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。既然这样，也好。你聪明伶俐，有你在，我也能心安一些了。姑姑，您放心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哦，在哪儿？就在本县的独山上，我已经派人往回运了。好大的一块独山玉呀！
大概有1指多长，颜色特别鲜艳，最难得的就是透明度极高，真是天下少有的奇珍异石啊！好，父皇一直喜爱文玩玉石，把这块独山玉雕琢成如意，代表吉祥如意，的确是送给父皇最好的礼物。这是赏你的，凡是办得了事的，本王定不会亏待。谢谢王爷，谢谢王爷。正所谓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嘛，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王爷办事。他日王爷登上了太子之位，小的还靠王爷多多提携呀。太子新丧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哦，不过自古以来长幼有序。再说王爷文韬武略，我等早就等着王爷登上太子之位了。这些话说说也罢，切勿当真。啊，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王爷，小的在凤凰楼为王爷略备薄酒。王爷这几日为了找寿礼，寝食不安，还请王爷移驾，让小的略表孝敬之心。你办事果然细心。谢谢王爷夸奖，请。哟，大爷，多喝点啊。陪好。哟，张公子，您都好久没来了，快里边请。多喝几杯。王爷，王爷，凤凰楼来了一只真凤凰。真凤凰？对呀。比这些野花都好吗？哎呦，强太多了。诗中有云：“此女只应天上有，何故仙子落凡尘？”此女不但才色双全，而且还精通西域的房中术。方圆100里的乡绅贵胄，为了一睹芳容，头都挤破了。岂是这些粗制俗粉所能比的呢？哦，那本王倒真想见识见识。瞧好吧。谢公子，你这一走，我们就再也无缘相见了。这有何难？我赎你的身，你我同去便是了。
公子此话当真吗？当真。谢公子，人家以后就是你的人了。有的人他还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做凤凰，就是，殊不知凤凰落了翅，连鸡都不如。对，不如鸡。你要是再敢风言风语，我割了你的舌头。都干嘛呢？哎呀，不想干了。妈，他要打我，你快为我做主啊！是啊，就是。这凤凰楼，本小姐没来之前，萧条的就要关门。本小姐来了以后，大半的人指着本小姐吃饭，还敢在我面前逞强。妈妈，你说该不该的？哎呦，双双啊，你也不要太过强势了。你说，毕竟大家都是姐妹嘛。姐妹，笑话。皇城里的达官贵人说了，马上要把我接到皇城去，一辈子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真的假的呀？识相的就好好伺候我，别惹怒了本姑奶奶。到时候让你们分分钟人头落地。妈妈，翠儿，老板，包起来。哎，好嘞。小姐，这衣服布料太贵了。说什么呢？本小姐身份马上就不一样了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包。让开！给我闪开！闪开！不让开！